大家要想前途无限、升职加薪，快来我们这个全运会哦！这个很应景哎，我见到一个前途无限，大家要想前途无限、升职加薪，快来我们这个全运会的场地啊！这里有个大转盘，哇，全部都是我转的，有2个，哇，真大点耶！怎么那么溜啊？打卡点，好打卡點耶！我覺得這兩個很好誒，掂過碌隻學業進步，生活無憂，要咩有咩，人見人愛，很好，我覺得挺好的吧，這個我也要這個。小朋友才做選擇，成人全都要在這裡，然後握緊它，手指收緊就可以了。對，然後呢網子在這邊，所以你的球拍呢3個球的試一試佢。就是輕輕的。對啊！再一個好。中箭啦，沒關係。耶！6月1號到6月5號，維多利亞公園等你嚟。